位伫屏东路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，原本是屏东市场的用地，23楼作为医病里的活动中心使用。不过伫赖清德市长的时代，将建筑物改为大台南交控中心，而活动中心则是刷到户外，暂时用货柜屋来代替。对此，议员林美燕日前透过市政总质询，要求交通局应该将无聊单位来迁出去，将活动中心用的重回原址使用。阿爸的行为将我们的活动中心撬起的是被做这，就是要做这个。但是呢，现在除了23楼之外，我们1楼停管处的办公室在110年就结编了，哦，有停管处哦。恁当时伫要规划这停车管理处的时候，你我们要在那边办公，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没有的情况之下，那个所在就是跟我们原来规划的目的是不见了，我停管处要来办公啊，我这个单位要来办公啊，结果交通局虽然这不是你任内，但是你跟我做阿爸。你硬把听完说没有了，你把2个课把领导委2个找来要办公。那跟你说，报告。你动这我依凭你的李明是做什么3等公民啊？会中议员表示，虽然民政局伫民国1809年规划要伫医病里的公园兴建多目标的活动中心，不过却要求地方爱联署通过使用公园，一直到目前拢无定案。因此，医病里的里长蔡进天伫议员质询当中，嘛带着李明到议会来顶情，市长嘛当面承诺会来优先解决。我有承诺吼，伫我任内就要互大家吼想办法有一个活动的场所，一个活动中心。我把这个物件积极来做吼，请感谢多谢大家吼，嘛感谢咱蔡里长做积极。进前你嘛来找我，市长因为你日理万机，你是不是换一个对口窗户？我们来跟他。我请咱的市府彭秘书长来直接就这个专案吼来积极来处理，因为我伫我任内过去4档，我已经去41间新的活动中心。咱本来活动中心变啊无活动中心，应该优先处理，安尼好不好？谢谢。市长强调，14年的任内，就新增加兴建41座的活动中心，尤其医病里完善的活动中心，即卖缺变无，当然要优先来解决。未来将交由秘书长作为沟通的窗口，尽速来处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